判断力可能有失常，而且会很严重的影响到生活功能的，我们叫做近心病。那也很骂人也不会啦。总的平常时总的安怎讲用来骂人疾病是很严肃的事情。哦，你谈到的唔系加上看到的唔系加东西，看的是无强重的，安叫做错觉。哦，多重人格的检讨。去幼师这个变警察，幼师那变调查员啊，情报员，加控制可以当场的多重人格，时常是来去雇佣啊，还有去做某个实体的情形，加很像是串串症候群会出现的现象。放音嗅控维基百科，还可以进行后遗症轻症讲。今日大家来空间站讲更新1号，平常天然地板嘛遇到新发中外病毒的大事情，像遇到天然地板有鬼影传，有人会看到或听到别人听不到的东西，有人被跟踪，这些现象的更新1号地板嘛有类似的事情。今日大家还有上个和上个嘛请好空间站嘛对这议题请有兴趣，现在就请他们来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李念真，我就看黑天鹅。大家好，我是新培棍，我有看过24个比例的分裂。大家好，我是陈冠，我推荐经典的西区考克《惊魂记》。请好，大家想不有看过香港的天山？今日要看的是里奥纳多的格里岛，你都有看过吗？我看今日你还是要来上课咯。先生，像安尼伫每落倒边吼，像俩集迄精神片，啊加集迄神经片。神经片。啊，两集有蛮无同哦，神经片是其实来医生不来讲神经片啦，上个是啊。可是阮爱都来讲，精神片加是特殊某一类的精神疾病，安怎讲啦？神经病的蛮应的不会啦哦。那可是又我们有精神科，有神经科。神经科处理的可能是像中风啊，帕金森氏症啦，然后其他的小脑的退化啦，像什么渐冻症啦等等，这些是神经科处理的范围。那我们可以讲是神经科疾病，神经病，这是蛮应的不会。那近心病，安尼讲唔好谈。安尼讲，在精神科的确我们会分精神病和非精神病，可能包括精神官能症啊，或者是人格违残呐，那或者跟特别属于儿童或者青少年的疾病。那精神科讲的近心病是指的是会脱离现实，可能有幻觉，可能有妄想，那判断力可能有失常，而且会很严重的影响到生活功能的，我们叫做近心病。那也唔系骂人也不会啦。会骂人啊。总的平常时总的安怎讲用来骂人疾病是很严肃的事情。哦，既然讲到幻觉，那你们知道幻觉、想象跟错觉是怎么样的差别吗？好，你们来看看这几张图。那一人来，你们看看这个，觉得像是错觉、幻觉还是想象？错觉应该有哪两种？我看你买错觉呢。你还想象有？幻觉啦。幻觉啊。太扭曲了哎。讲的这都该想象啊，看开始中央要变按钮。嘛系哦。我们欣赏啊。那原地，这就几个画家画，要达利给画给他做的梦啦。那这个据说是个思觉失调症的幻觉，叫精神病的患者，患者把他的幻觉画下来的。那这个应该是利用错觉的空间错觉的原理来画出来的。那可是他在作画的时候应该也是跟想象有关。近心1号讲
错觉、幻觉、妄想想象是有区别的。那想象在台下小美地就是没有什么感觉，就一个人脑里面一个想象的，这叫想象嘛。所谓的幻觉是讲某家东西啊，可是你看到了东西还是看到了散看到了东西按到幻觉，哦，错觉是又加个东西，讲可是你看到的唔系加散，看到的唔系加东西，看的是某种的，叫做错觉，哦。其实我想问哦，该发迄唔系错觉啊，同该精神疾病有冇关系？可能显然不是错觉嘛，真的有这个景象嘛。而家画家叫孟克，其实经过研究，他的确是一个思觉失调症或者以前叫精神分裂症的患者。这个画可能是他有幻觉的经验下，觉得很害怕、很惊吓的表现。可是家佢发的你系。那人的错觉、幻觉，还是他的想象，还要当时去真正的感觉啦。哦，可是就思觉失调症的幻觉，的确会有一些跟扭曲的感受，然后会有一些强烈的情绪，然后可能来都没办法了解。所谓的思觉失调症，它可能会有刚讲的幻觉，那可能会有一些妄想。妄想跟想象不太一样，妄想指的是，有段时间很紧紧诶，好像当事人觉得是真的，而且不可以动摇，而且不只是真的假的而已，也是推理过程是不合理的。那我们称之为妄想。那常见的有被害妄想、被跟踪妄想等等的。那思觉失调症常见妄想、幻觉的状况，可是那也是一个一般人会觉得好像跟一般人很不一样的，所以会特别注意到。而且其实它还有一个更核心的是退化，是对外界没有兴趣。那这个反而幻想幻觉其实写走诶写一个月吃几天可能就会慢慢的越来越好。可是退化的症状很不容易好，吃药也不见得会好。Andrew Ladis was a maintenance man in the apartment building where my wife and I lived. Okay? He's also a firebug. Andrew Ladis lit the match that caused the fire that killed my wife. Ladis isn't dead. He isn't gone. He's still here. I know. You need to find him, Teddy. And how exactly fighting the commies from an island in Boston Harbor? By conducting experiments on the mind. At least that's my guess. And you think that's going on here? Like I said, no one would talk, right? You should have saved me. You should have saved all of us. Here it is. Your name is Andrew Ladis, the 67th patient at Ashcliffe. He's you, Andrew. Bullshit. You were committed here by court order 24 months ago. Your crime is terrible, one you can't forgive yourself for, so you invented another self. 他话狂家田啊，伊都有狂到嘛个
像精神疾病的检讨吗？像个泰德日清店几日就去告个前脑额叶嘛，就像有一啲个被害妄想。我看到个第3段啊，都佢看到佢本用轻度摆，用拍视幻觉。医生，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多重人格和思觉失调症，还有创伤症候群，这3个有可能同时存在吗？像无讲的真好，用眼镜孔点赞，先讲回答佩君的问题。思觉失调症嘛可能出现像多重人格还是创伤症候群的检讨，可是我们诊断思觉失调症的期间，就会认为这些症状都附属于思觉失调症，我们不会另外做这个诊断。了解。对，那像了天然地位，加台体系思觉失调症，可是佢嘛又像多重人格的检讨，佢又是这个变警察，又是这变调查员啊、情报员，加控制可当像的多重人格，佢时时会看到上条去做兵的时间又枪杀德军的镜头，又时常起来去培养啊，还有去什么实体的情形，它嘛很像是创伤症候群会出现的现象。可是因为它有更多的情形看起来像思觉失调症，像伊头话讲妄想，其实讲额叶切除啊，这可能不是妄想。当时的确曾经有这样的主张啦，认为想用额叶切除来治疗一些精神疾病，可是把明明那个并没有另外一个人来杀害他的女儿或者太太，可却所以创造出这个是一个属于妄想的部分，还有些幻觉。那另外脱离现实这一部分，就会让我们比较认为它是思觉失调症。平常时创伤症候群的病因啊，西走在像一个正常人安活着啦，是症状出现的时间会觉得好很惊吓、很害怕，有点像这样。可是这偶尔出现，因为像天然地板西又幻觉又妄想哦。那多重人格的时候，当他有主人格出现的时候啊，大部分看起来就跟从到以前的人，那一般人也可能也看不出什么不一样。那在其他的人格次人格出现的时候，可能有像另外一个正常人，那在多重人格里面，幻觉啊、妄想并不常见，所以大家显然地保有一个主角，台体系思觉失调症，可能是多重人格或者是创伤症候群。同样是有了基因有了遗传，可能有因是15岁发病，有因22岁、30岁发病，有因还严重，有因还轻，加可能就是跟社会有关系啊。先生，我想要问吼，该家暴啊、性侵还有从跳情魔跳路啊，该不会导致创伤症候群吗？对啊，还有那离婚啊，还有尸体承认啊、丢尸体啊，那嘛会有吗？很重要，
头下讲的有三个疾病嘛，有思觉失调症、多重人格、创伤性症候群。那思觉失调症，我们底下我都认为就是主要就是神经传导物质的关系。那底下台底下认为可能跟多巴胺的活性太高有关，但现在也有马用英提出其他的物质有相关的，像 NMDA 等等的，大家就不用弄得太清楚啦。这样疾病那社会压力的关系好像比较小，那也是跟躁郁症一样，依从的关系下台。那可惜，可能有依从的关系会决定一个人会不会生病，可惜几岁生病，那生病的期间又是下面紧条，可能有个环境有关系，有同样是有了基因有了遗传，可能有因是15岁发病，有因22岁、30岁发病，有因还严重，有因还轻，这可能就是跟社会有关系哦。关于多重人格，因为盛行率比较低啦，那有时候确定诊断也不容易。你下讲该系乜个原因？众说纷纭啦。然后可是台体嘛，跟一些可能也跟重大创伤有关系。那可能是长期严重的创伤，可能会出现多重人格。那可是本应有那样的感受性，或者是有特质。比如说容易受到暗示的特质，或者有一些特殊的人格才会有多重人格。那创伤性症候群则比较常见，那常常是在受到重大创伤以后引起的，那好像就跟社会压力有关。可是亚的创伤事件会引起创伤症候群，也跟神经传导物质有关。好像这个也影响到下视丘、脑下垂体、肾上腺皮质到皮质酮的一些浓度的变化，常常是创伤性症候群的患者，常常是这个一开始可能是下视丘的过度激活，可是到后来反而会变得没有反应，然后会出现的症状可能包括一方面很容易受惊吓，一点点小声音哈抖，谁上着哈抖，可是可能会出现一个很麻木的现象，对所有事情。对某一些其他的事情都没反应，或者对人生失去兴趣，觉得对人间的温情感情都没有感受，这些是创伤性症候群会出现的现象。先生，我想问该性侵家暴，还有该从头无投入合作，敢会得到该创伤性症候群？还有那离婚还有尸体承认丢尸体那马尾有吗？创伤症候群的创伤进行医学讲的创伤讲对大部分人而言都是很可怕的。像他话讲的性侵，那或者是或者是自己受重伤，车祸如果自己有受伤，或者觉得濒临死亡，就自己的生命或者是身体的完整性受到侵害，或者受到严重的威胁，或者目睹很多可能亲近的人，或者不见得很亲近，但是很可怕的事件，像目睹重大灾难。所以从伊特瓦讲的家暴，如果很严重、重复，那可能就会有创伤症候群。那性侵也会，那你头话讲的亲摸头，通常不会认为是那种程度的创伤啦。失恋通常也不会啦。可是家人死掉，那如果是亲眼目睹就有可能。狗死掉，大部分人不会，但是要说有一个人因为这样子特别爱狗，可能马可能啦。还有又厉害那个促转会那个最近出名促转会，其实有一个组还曾经找我去，要找我负责是那个烹饪浴的小组，是
是要专门去处理白色恐怖时期那个曾经有受过刑求或受过或者是目睹家人受难的那个创伤性症候群的个案，所以在一些政治灾难之后，或者是战争过后，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先生，我想问啊，讲按倒中的片由颁发做第一号无？还有不多按倒片的朋友由物界颁发做第二？这个飞机的面啊，会用版填手机做乜嘅东西？然后话讲的啊，有轻度病嘛，就思觉失调症啊，哈，目前啊，哈，就主要系用药物啦。其实主要系佢话讲个有神经传导物质的不平衡，喺度使用调整神经传导物质，调整多巴胺嘅话就，你下好做啲有到长效针啊，哈，做啲3个月打1次针，是打紧起走啊嘛做的，啊。可是每个病人都适用啦。像可是他也要需要有一些生活上的调整，比如协助复健，让他走得回到人群，回到社会啊。像创伤症候群或者是多重人格，其实他可能也是必须啦，走得降低焦虑或者让他不那么受苦。可是心理治疗嘛係挺重要。方面因為嘛飛機啊，常常會談起工會啊，協助他盡量協助他能夠適應生活啊，然後保持一些社會的接觸啊，不會離人群太遠啊，這樣可能是比較好的。先生，我想問下，我哋做得很記了解精神無正常嘅人，很記點嘅冇？其實哈，喺前度嘅幾百年前啊，哈，有都有人啊，哈，強人唔係唔係定嘅係罪人，可以被當作被認為是犯罪了，然後後來被當作瘋子，然後一樣要被排除的。那甚至有瘋人傳，讓他們不能夠住在城市裡面，在不同的城市間流浪。然後現在來到恐這些病人，可是對他們最友善，然後上會恐怕起基督就是受苦的人，或者說不幸的人。然後他們需要的是幫助，而不是我們去用一個很難聽的詞電嘅然後去攻擊啊，只會有傷害，不會有幫助。睇下大家共下共田長共進行以後，希望大家共了對思覺失調症到其他精神疾病有清楚對基督會使較好包容和支持啊，講到呢下就下課咯，希望大家。